哥太太都阿妹大丢，哎呦叫我去，赶紧来去就丢丢，当哎都阿妹大丢，哎就无因地。今日特别都阿妹大丢，哎呦人青菜，大开啊假是都丢丢，当哎都阿妹大丢，哎就未发财。嘿嘿，哟，你无我是用。龟龟头啊！哎呦哎呦，我就是阮姊夫去请你来，你唔肯来咧，袂啦我等足久的呢。啊是咧是咧正在想讲要准备来去你的厝，甲你拜访一下，讲你来介好，你来这，太太，哈你请我来是为着什么事情？当然嘛，紧甲我表明。着阮做查某人啊，最要紧啊，爱有一个有情的翁婿。对，无去外国，专心会晓讲疼惜我这个太太。对，这无唔对虽然有钱，翁某中间若无爱情，哎呦，翁婿若搁走去外国去找查某佚佗，太太规个心肝就安尼生起十足，自然幸福嘛半时无。哎呦，就是讲安尼是唔讲啥，过善事啊！你的嘴啊红红，现在所讲的话讲起足对当哦。实在我今仔日请你来，就是要对你讲这个话啦。讲互你大声讲去，你实在有先见之明，真有才能哦。气感溜溜照你讲的话吼，是。是啦，也着阮外国翁某，原来是足变款哦，去酒家去找酒女阿鸾，每日啦啉甲忙哦，事业拢总棒，一定是去食到伊的麦粉汤啦。是安尼哦，安尼我知，你请我来啊，是要叫我替你用方法，互恁翁会当浪子回头就对。对啦。这款你唔知有法度也无，哪有办法会当互阮翁啊无爱迄个阿鸾，回头倒转来爱我这玉桥啊，一切幸福，互我得来当好着，前写3万，后写7万。这前后写10万。哎呦，哪有10万的代志吼，足好办啦，一切我替你排解。安尼2日来吼，我要互恁翁乖乖倒转来你的身躯边，互恁翁某会当恢复亲像以前汤甘蜜甜的感情啦。是讲敢有这款的才能？300啦，有人讲我是万能博士咧，实在我的功夫哦是比万能博士搁较有。若唔相信咧，我搁讲淡薄过去我所施展的功夫互你听。你若听了后，你就唔通惊，唔通倒向下，就是你就听叫我阿爸哈。啥，我就叫你阿爸，甲你就叫我阿妈。唔是啦，是蜜桃叫我卡，唔是讲你就叫我阿爸。夭寿哦，你的话唔着讲互伊好。蜜桃叫我卡，也怎样？也到迄蜜桃叫我卡的所在。迄个。杜姑仔的新妇本所局啊，真歹死，真够苦毒因大家。安尼啊，因大家互伊苦毒甲歪哥饲出啦，讲要去自杀才会当解决。了后请我去，你知？我落淡薄迄个手腕，本所局啊就安尼生，世间无人有，变成一个真友好的新妇。哎呦，是讲你的手腕哪会遐尼好？随时会当互伊变甲一个友好的新妇啊！哎呦，到底你是用什款手腕？你嘛讲淡薄分我听啊！确实嘞吼，手腕不可说，这是我的好秘诀啦。不但是安尼哦。阮隔壁红皮仔伯因查某囝甜碰柑，为着失恋，心肝结归圆，笑甲烫衫烫裤。哎呦，我看你小爷真可怜呢，就安尼先紧甲伊创啦，头尾2工半就好哩哩啊咧。你甲伊创哦？哟，哎呦，足夭寿哦！伊就伫咧笑甲唔知认输啊！你搁甲伊创，你唔是人。哎，大开我的哈！我是你讲用秘诀的方法，甲伊医治，甲伊创互伊好的。什么你是讲我咧创迄角事的？迄食来，我别讲啊。
是熊的哦。哎呦，不是姜的葱哦。哎呦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别较谨慎。是讲你对心理学大不只有研究知，会晓对症甲下药，成绩真优秀。安尼要互阮头家啊，会当回心转意，听起来你敢若真有把握哦吼。当然我较有把握咯，空啊！我算是万无啦，话母啦，我算是万能博士咧吼，要互恁翁会当回心转意，那亲像在咧吃豆腐咧。是讲外哥嫂啊，喂，听你讲的话语哦，你是另外有去拜托别人信哈？有啦有啦，我就去拜托一个叫做好兰水啊啦。啥？你去拜托迄个好兰水啊？哟。外哥嫂啊，好兰水的是极好兰极碰风，一顿食半碗，伊嘛放讲食12碗公。伊迄款人互人家好做讲称义的，算是讲伊话一千句才有一句实在的尔。做事无教室的，你今仔日去请迄先来，请鬼来伫你伊边，你就会了命甲了财哦。打着害啊，打着害啊！我煞去请唔着人，煞去请着好难先，请下得来恐惊死袂得去，他要如何摆比？外哥说这个小可代志你唔免看伊。伊若是来你就照我对你讲的话，安尼松松讲两句啊，互伊知，叫伊搁再往回回去食家己嘛。那有啥物问题？对。有影吼，有通有通。我才照你讲的话，你来去做。总是过善事代志决定互你办呐。前写3万，后写7万，若甲我办的圆满，我会搁特别加钱互你赚。介好，要万事才拜托钱较多我无嫌啦。去看去看。归仙，你真乱来，拢无想看卖。用上歹话真不应该，成功变失败，互我失去了钱财，伦理就不该。找你算笑，找你算笑，找你算笑，才袂风笑，我是戆大台。喂，鬼鬼头啊！出来！紧甲死出来！你是咧互鬼拍着，还是叫我梦神啊讲着啦？话到袂输雷公你唔惊吹歪风？我是要来甲你算账，无迄个时间通好伫咧甲你拌喙饮啦。也无鬼鬼头啊！安怎？我问你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是啥物理由讲我好难仙无照直？1000句照1句实，而且10万块的社礼是有正到有假哦！你安怎样要甲我抢去拼讲来？是的啦，要是钱银买心肝乌，为着要转10万块，才叫中上你的歹话啦。这实在是。小等的，人讲话爱有头有尾，办正对伊回实的。好先生呀，你都有好难代志未办，怎样惊人讲啊哈？啥呀？连你也讲我好难，无我是好难，你啷啥的啊？喂，鬼鬼啊！什么？你叫我鬼鬼的？你好难的啦你！鬼鬼啊仙，你好难仙呐！鬼鬼啊仙，好难仙呐！鬼鬼啊仙呐！无你是要冤家是？我要冤家是怎样？你要冤家就来我的家里讲咯。你就来，你哎呦，慢请。安怎啦？好难仙的呀！你唔认输，阮头家也唔认输，非得小拍也袂解决的啦。不如你甲阮头家一个好难，一个鬼鬼的，两个去写一个。好，到底甲你写？慢请，你要甲我写就对，会用的哦。总是你若写书要安怎哈？